虽然台湾有一句俗语讲“家和万事兴，家不和万事穷”，意思讲，一个家庭若和谐温暖，这个家庭就兴旺起来；一个家庭若吵吵闹闹、无和谐，这个家庭就的确丧凶。毋是物质上的丧凶啊，是灵性顶面、精神顶面的丧凶。所以，咱来明白。要起造一个和谐家庭，上界重要的，毋是简单重视家庭的物质生活的经营，上界重要是家庭的成员中间，迄个和睦斗阵的美好，彼此相听的美好。咱看到真侪人用心计较，开真侪钱去装潢厝内底，想要起造一个理想的家庭，但是却忽略。家庭幸福上界重要因素是上帝所赏赐落来的平安。